好啦，呢個錄影係905巴士由深水埗北河街去均益大廈第2期嘅行車片段。以前啊，明治時期嗰個天皇啊，都係會記錄清朝書嗰啲嘢。係明治時期嗰個天皇係冇乜嘢嘅，好慳。日本最後恢復一個獨立國嘅身份，喺1970幾年代嗰陣時。我要一流店员给你。
聽到。咦，幫訂厝咯，聽。路呀，我有個咯，我去過看。伊那對那伊係訂厝咯，看對對吧？我知你伊係看。哦，那個那魚蛋那魚蛋伊訂厝咯，也看佢咯。對啊，我哋到咗講咗啲錢，冇個錢咯，可能成日我就做緊訂厝咯，依個相關咗咯。我哋依係客我表啊。我哋啲喺戰友又嗰啲係防追人家多啊，追有。你到陣做翻有啊，個片有嘅啦，你片嘅。啲係邊間都等於弄準備啊，佢呢啲弄了又最啱，能夠做一個麼就係。Kalau yang pas yang di koneksi untuk kau紅個鐘㗎嘛。對個紅日光係前景你上咯，啲餐菜配餅有啊，有幾輕料啊。việc gì ấy mà sửa thế nào nó có tiếng đi ra sửa ra rồi叫他这些机器爬到工厂去了。Market Complex。下一站是旺角街市。請大家扶手。有可能啲嗰邊去旺角東嘅。請前方扶手。所以要預留電。改咗喺呢個屏風呢個位置啊，2樓咯，得眼未確實嘅，咁渡船街佢要就我哋嘅店員係咪喺上邊嗰度做落嚟？老細都未確實，變就變啦。
家產。我行人天橋上面，渡船街天橋嚟嘅，好似唔係喎。哇！去富苑喎呢個。采访係明基資源。The next stop is Ming-K College。下一站是延基書院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請緊握扶手。你好，先生，有冇報緊啊？係啊，OK，等你，OK，我轉頭見，拜拜。Yes。呢樣嘢包好在我估中咗，不過真係渡船街天橋。Bingo！範圍元旦往元朗西嘅，遮住深水埗嗰度，佢就行嗰度㗎啦。
水。西港文化區。967X909呢就係去銅鑼灣禮頓道啊，個木球會啊嘛。東水，除咗 N368嗰陣時，因為紅隧而通人工程，佢會行西隧啊嘛。但係其他嗰啲原本行紅隧嘅就行東隧 N368出。N11區東隧係景隆街一站，理工大學、暨南中國民族黨、香港原命黨，再加埋原本嗰個廣告喺西區嘛。小西灣南灣半島，如果去機場搭通宵巴去機場嘅話，咁咪 M8P 咪搭到嗰個景隆街，可以轉 N11㗎嘛？唔係免費轉乘啊，係要補翻個錢㗎。地方相同有得補錢，但係地方唔同係冇得補㗎。西隧廣告邁向現代幻影屠宰。見到啦，第二期係酒店啊嘛。
間22分鐘。今日個錄影到呢度啦，鍾意嘅話可以訂閱我。